從二維捲動轉向沉浸式的維度商務 （Dimensional Commerce），代表了數位購物體驗的下一次重大飛躍。在2026年，高保真 3D 資產不再是頂尖科技公司的專利，而是減少消費者猶豫並提高轉化率的新標準。將交互式 3D 模型整合到您的網頁設計中，讓客戶能全方位檢查產品，在購買前便建立起擁有的感覺。Webquise 擅長透過先進的渲染技術與交互式 UI 設計，彌合物理現實與數位店面之間的鴻溝，實施維度化的響應式設計，體驗需要在視覺品質與技術性能之間取得微妙平衡。高解析度 3D 模型可能非常耗費數據，因此高性能的網頁寄存基礎設施對於維持快速加載至關重要。透過利用 WebGL 和優化的資產壓縮技術，我們確保您的技術架構在行動端和桌機上都能保持流暢。將這些資產與 Stripe 或 Salesforce 等企業級 API 無縫連接，可確保實時庫存與定價始終與視覺展示同步。3D 資產對電子商務系統營銷的影響顯著。沉浸式內容在社交平台和搜尋結果中能產生更高的參與度。當用戶可以在 3D 空間與產品互動時，退貨率會隨之下降，因為線上體驗準確地設定了物理預期。我們的過往案例展示了我們